最近继续来到台中的东市，最近常常咧落大雨，结果山区道路的边坡土石松软，大量的烂土水灌落来路面，都被说是土石流，甚至有修理车因为烂土水掉伫半路，这车咧烧险是危险万分。行政院今仔日派专家到场会勘，要想办法来改善，要让当地居民去条安全的道路。 黄土水一直咧冲洗山区道路，一台白色修理车掉伫路中，驶袂起哩。规台车敢若当顺水流，一直出泪。黄土水窜流的地点，就伫台中市东市区东溪路段。因为最近对流的分析真旺盛，台中常常上大雨，山区的道路边坡因为大雨地势土石松软。 出现亲像土石流这个危险的状况，若轿车经过爱细致，机车骑士要经过这个路段，速度嘛会放缓慢，就惊会出代志。就是爱互大家一条平安的路来行，所以这个水库一定要做好啊，排水系统一定要做好啊。这边就是变成大河啦。如果说你紧急事故要下山，没有办法。后来山区的雨势虽然有较少，不过路面也是有真侪土沙甲落石。 怪树甲工程车驶入山区清理。整个水保或是整个这个边沟的拓宽，来做这样的一个水土保持之后，看能不能在未来不会再发生类似的这样的坍方的事件。行政院今仔日嘛派人到现场，甲专家共同会勘，希望未来会当做好水土保持，而且拓宽道路边仔的水沟啊。 希望会当改善，若上大雨都发生这种亲像土石流的状况，幸好当地居民一条安全的道路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